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7月4号。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恒大清盤，聊聊中國的房地產。我們今天主要看看過气網紅城市杭州還有深圳是什麼情況。我們主要是通過2篇報道，一個是2026年7月4號叫城市互動都市快報，它一篇報道，標題叫杭州二手房期中考交卷，老破小價格跌回10年前。記者是陸丹。那這個是過氣網紅城市杭州，大家也知道了，老破小跌回10年前，這是價格。看看他怎麼說的，掛了快1年，眼看總價從200多萬元掉到了160萬元，心一橫賣了。最近賣出一套丁橋板塊2居室的老城，昨天拿到尾款後長舒了一口氣。他說，雖然割肉心疼，但落袋為安也是好的選擇。這是今年上半年杭州二手房市場的縮影。隨着杭州二手房市場2020年期中考成績單揭曉，一連串數字印證了市場的以價換量。這不是咱們的唱空，這是媒體報道。城市互動，橙子的橙，是西紅柿的柿，互動都市快報，正经的媒体。杭州我爱我家数据顯示，上半年全市共成交二手住宅 4.67 萬套，這個成績是近5年同期第2高，那也是不錯的，只比2025年在 4.91 萬套略微回落，也低了7-8%的樣子。老破小成交量穩住了，但價格跌回10年前。不過量穩住了，價格仍在調整。上半年杭州全市二手住宅均價為26817元每平米，同比去年上半年下滑了15.2%，有点过了。也就是你去年这個時候買的100萬的房子，你今年它只有85萬了。這是杭州老破小。數字顯示，成交結構發生了劇烈變化，主要是總價段200萬元以內的房源成交佔比突破50%，達到了51%。這個跟北京上海是相似的，是低總價的成交主流，也就是咱們老說的剛的不能再剛了，剛需房。而在1年前，這個比例只有 36.9%， 去年成交200萬以內的房子只佔 37%， 那今年就变成了 51%， 這一下就多了14個百分點，這個就說明問題。與此同時，200萬元至300萬元的區間佔比微降至 23%， 這2個區間相加，意味着上半年超過70%的杭州二手房買家把總預算牢牢摁住在了300萬元以內。這個跟北京上海就一樣了，沒區別了。面積端的變化同樣明顯，上半年套均成交面積降至 101.5 平方米，比去年同期少了2個平方米左右。60至90平方米中小戶型佔比近40%，仍然是市場的絕對主力。而60平方米以下極致剛需戶型佔比雖然只有 13%， 但同比上升 0.8個百分點。這說明越來越多預算極為有限的首套房買家正在紛紛上車。所以說咱們說剛需，剛的它不能再等了，必須要買套房。那你說怎麼辦？咬牙只能買這種低總價、面積小的。總之也是盡量少加槓桿，能全款最好是全款，不能全款就反正少貸，就這麼一個宗旨。翠苑3區、朝暉7區這樣的市中心老小區，今年上半年成交量都突破了60套，幾乎趕上去年全年的量，估計這就是學區房，我個人估計。但成交均價回落到了2萬元每平方米左右，基本退回到了2016年前後，也就是10年前的價格水平。曾被譽為學區房神盤、孟母盤的耀江文鼎苑，從2021年高峰時的11萬元每平米，到如今穩定在4萬到4萬7每平米，這個就是膝蓋漲了，11萬跌到4萬，那不是膝蓋漲嗎？5年時間抹出了近70%的價格泡沫。我怎麼感覺這個城市互動是不是在唱空？這個味兒不對。對於老破小價格回到10年前的現象，杭州我爱我家分析認為，低總價房源成交比例的上升，並非需求端突然爆發，而是供應端主動割肉的結果。大量原先掛牌價格偏高的房源，經過房東一輪又一輪調價，終
觸碰到了買家願意掏錢的那個臨界點，而買家這邊普遍對價格高度敏感，但凡性價比有冒高的苗頭，下手比以往果斷得多，也就是房東降價。我倒是覺得這個剛需房，它不是說覺得性價比好了買，它不是這樣的。這剛需房是到年紀了，必須它是這個時間不買，這孩子上不了学，它有個硬性時間窗口在那兒。咱們以前介紹過很多篇文章，就介紹今年買学区房的，他是個心態，他從去年就開始看了，去年看的房價一直跌，他就不願意下手，想等到今年4月份，結果一過年形勢變了，对吧？很多二手房房東他不降價了，反而還要漲價，導致買家的心理發生變化，因為他有個時間窗口在那兒，你過了5月份買不到，他就着急了，那就怕孩子上學不落听。所以說這就是买家和賣家的一种博弈，賣家也知道买家他有個時間窗口在那兒。你看现在就少了，你现在上海7月份的前3天每天也只有600套了，你看跟3月份的1100套那已经差不多快腰斩了，这个热乎劲儿过去了。与中小户型成交量升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20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，上半年成交量同比下滑2.2个百分点。所以说那些業主把小房子賣掉去買大房，這個顯然是不成立的。你看大房子成交還下降了，業主把房子賣掉幹啥了？把那錢不是存銀行就是換綠票子了，肯定也沒去紅綠市場。曾經風光無限的申花、亞運村等改善型次新板塊，肉眼可見的降溫了。以亞運村的綠城桂冠東方為例，今年上半年成交49套，不足去年全年成交量的30%。這些板塊的經紀人反饋，大戶型的帶看量從去年下半年就開始下滑，今年上半年更是看的人少，談的人更少。房東不降到買家心理價位，連坐下來談的機會都沒有。所以我以前是吧，我在2023年、22年一針見血的指出杭州樓市這價格虛高，但是還好多人說我的不懂唱空，那現在還要你降，不降人買家不買，你這怎麼辦？主城購房需求外溢加速，價格門檻持續走低，最直接的受益者是那些預算有限但又必須上車的新杭州人。我說的剛的不能再剛了，錢不夠，錢有限，但是他必須買房和年輕家庭。而在購房區域選擇上，剛需也呈現出清晰的流向，從主城核心區向外圍板塊加速溢散。也就是說哪兒便宜去哪兒吧。今年上半年主城核心的上城、拱墅、西湖、濱江4個區的成交佔比全部出現下滑，其中上城區下降了 1.5個百分點，濱江區下降了1個百分點。與之相反，臨平區市場佔比從 10.2% 躍升至 12.2%， 錢塘區從 6% 升至 7.2%， 蕭山區也從小幅微增至 16%，穩住了全市第2大購房區域的地位。為什麼出現這樣的外熱內冷？在城東九鋪一帶做了5年中介的經紀人劉姐給我們算了一筆賬，同樣250萬元預算，在市中心只能拿下40-50平方米的老破小，戶型差，沒電梯，停車還麻煩。但住臨平、新橋、大江東那邊能買80多平米的電梯房，小區新，環境好，居住體驗完全不同。他最近幫一對小夫妻在臨平成交了一套90平方米的3居室，總價250萬元不到。買家2口子都在主城區上班，他們算過，通勤多花20分鐘，但住的寬敞，認為值了，沒毛病。這就像好比你在這個東三環 CBD 上班，你住通州一樣。你要在 CBD 附近買房，那你完了，那得多少錢呢？結果你到通州去是吧？你300萬就買個很大的房子。業內人士認為，只要外圍板塊單價1字頭、2字頭的價格優勢還在，這種主城外溢趨勢下半年大概率還會持續。說白了就是剛需房、韭菜牛馬，他錢有限，他收入都有限，但是又必須要買房，那他們被逼呢，只能去郊區嘛。他錢有限，他不是不想住市裡面，市裡面房子他買不起，那怎麼辦？那只能往郊區跑。那你市裡面的房子想賣掉，那只能降價，不就是一個意思嗎？這是市場的自發選擇。杭州這座城市的居住半徑正在被價格力量深深往外推了一圈。
這個報道說，下半場怎麼走？剛需仍是主角，高總價次新房承壓。下半年杭州樓市會怎麼樣走呢？綜合專家和業內人士各方觀點來看，在沒有強力新政干預的前提下，下半年大概率會延續平穩波動、加速去化的主基調。一方面，上半年4.67萬套成交量已經打下了不錯的底子，全年總成交量即便達不到去年的高度，也低不了多少。但另一方面，隨着學区房需求集中釋放完畢，高總價房源去化壓力依舊不小，尤其是那些單價偏高、面積偏大的次新房，既要面对同板塊新房的品質競爭，又要承受改善型買家持續觀望的情緒壓制，處境頗為尷尬。那這些房子只能降價，它是次新房，那業主買了之後，你要想套现，反正你不降價你是賣不掉的，那只能降價。你要不降價，新房出来了，那新房的品質的吧，人家是第4代住宅，得房率越高，設計的比你的更合理，到時候價格跟你一樣，那你說你的房子還能賣得掉嗎？那更賣不掉了，对吧？所以你只能被迫降價。業內人士分析，刚需購房仍是下半年的樓市主旋律，成交重心大概率繼續圍繞200萬元以內的低價房源展開，房價短期內難有向上的動力，以價換量依然是市場最主流的成交邏輯。對於急需賣房的業主來說，合理調整價格預期比賭市場反彈更實際。人家這說的實話了，你想賣房子往下降吧，你還指着漲價再賣，顯然不現實了。那你就等到明年小陽春吧，看看運氣。那你看今年的小陽春比去年還降了嗎？那你明年比今年不一樣嗎？還得降，環比同比是降的。而對於準備上車的剛需買家而言，房源選擇面寬，溢價空間大，眼下仍然是一個從容挑挑揀揀的窗口期。文章說，4.67萬套的半年答卷是杭州二手房用價格水位下降換來的，就是以價換量。對賣家來說，這或許是資產縮水的陣痛期；對那些預算有限、正在尋覓人生第一套房的年輕人來說，這可能是近幾年最友好的一段買房時光。但這個倒未必，明年可能更友好。如果你是全價買的、全款買的，那倒無所謂，单消費。如果是貸款買的，保不齊2年以後首付又跌沒了。我還是那句話，現在都已經是200萬是成交主力了，那只能說明已經割到韭菜根儿了，往下還割哪兒？所以你看，這是媒體報道杭州今年上半年二手房的一個現狀，以價換量，而且基本上都在降，很多地方已经降到10年前。炒房的想死的心都有了，很多炒房的天天现在看着上海二手房，他唯一能吹的就是上海的二手房了。但問題上海二手房跟你沒關係。我分析一下，假如我是上海人，我如果沒小孩上學，我沒房子，我有資格買房。但是如果我沒有小孩上學，我很有可能那就是对吧？我與其在那買個300萬那房子，你要知道上海的破曉300萬的房子是什麼房子？那可能就是50平米，又老，這個又破，真的老破小。那個小區肯定是老小區，那房子50平是什麼房子？樓道昏暗是吧？很多地方的年久失修。我還不如遠一點的地方租個大房子住，寬敞一點。我不可能說跑去買個老破小，所以說買老破小的都是為小孩上學，離得近，因為大人上班的無所謂，是不是？坐地鐵倒公交受得了，但小孩上學的要接送，刮風下雨的还是離得近好。這第二個，現在上學必須你在什麼學區，他給你劃死了，你只能在那一小片買房，你只能買到老破小。所以我的意思什麼意思？就是老破小實際上跟學区房掛鈎的。如果真的老破小跟学区房这一脫鈎，我跟你說老破小沒人買，就千萬不要以為老破小就是資產，拿在手上硬通貨，不行，明年能賣得掉，不要這麼想。他老破小能搶手，人家就咬着牙住進去，那麼小，你想想那麼破都願意住，純粹是因為學區忍了，也為了孩子。但凡不是學區房，不用為孩子上學考慮，你肯定願意去遠一點的地方租個大房子住，寬敞一點，亮一點。所以學區房也就是老破小，現在還有人成交量這麼大，那純粹就是為學區。一旦學區拿掉，溢價沒了，老破小真的能不能賣得掉都是個大問題。第二個是關於深圳的，最近深圳有騰訊它搬家了，在網上我看很多人討論，很多人熱議。
最近一則騰訊從租賃辦公地遷出，啟用自有總部大廈的消息，在商業圈悄悄掀起了一陣討論。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，叫《從騰訊搬家看寫字楼置業，與其為房東打工，不如為自己築巢》。文章這麼說的，他說：“有人說這不過是巨頭企業的常規操作，但在更多創業者、企業主眼裡，這個動作藏着一個值得深思的信號。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，租房辦公和買樓扎根早已不是簡單的成本選擇，而是關乎長期發展的戰略決策。租金每年漲 5%，3年一簽，到期要麼加錢，要麼搬家，這是太多企業在租賃辦公場地時常態。那是過去了，現在不可能這樣。現在是3年一簽，人家降價，不可能還漲 5%。但是這個是騰訊是過去簽的。我們來算一筆賬。假設你在一線城市核心商圈租1000平米的寫字樓，按市場價8元每天每平米，月租金24萬，年租金288萬。如果按這個標準租10年，總租金就是2880萬。而同樣地段、同等面積的寫字樓，按單價5萬每平米計算，總價5000萬。看似買樓前期投入更高，但10年租金接近3000萬。已經夠支付大半年房款。更重要的是，10年後，租房的企業除了一堆租賃合同，什麼都沒留下；而買樓的企業手裡多了一處不斷增值的固定資產。騰訊早年也曾有租賃寫字樓辦公，但隨着規模擴大，租金成本逐年攀升，最終選擇拿地自建總部。對中小企業而言，未必需要自建，但購置合適的寫字樓，本質上是把房東的錢變成自己的資產。這筆賬越算越明白。企業發展就像種樹，小樹苗時盆栽即可，長成大樹必須扎根土壤。租賃辦公室最大的痛點是不確定性，房東隨時可能收回場地，租金漲幅遠超預期，周邊配套突然變動，這些不可控因素會讓企業被迫消耗大量精力應對。就像騰訊從初創到成為行業巨頭，團隊規模擴大，業務版圖擴大，對辦公場地的穩定性、定制化需求越來越高，自有寫字樓才能滿足按自己的節奏生長。對中小企業來說，擁有自有寫字樓意味着可以根據團隊文化設計空間，不必遷就房東的裝修限制，可以長期規劃周邊資源，不必擔心突然搬家導致客戶流失。更重要的是，有自己的楼會給員工、合作夥伴傳遞穩定發展的信號，這種信任感是租來的場地給不了的。寫字樓不僅是辦公室，更是隱形資產。在很多人眼裡，寫字樓只是辦公的地方，但在商業邏輯裡，它還是一筆能生錢的資產。一方面，核心地段的寫字樓長期來看保值增值能力穩定，城市發展越成熟，核心商圈的土地資源越稀缺，寫字樓作為不動產本身就是对抗通脹的硬通貨。騰讯的總部大樓不僅是辦公地，更是企業實力的象徵，其資產價值早已融入企業的估值體系。另一方面，當企業規模調整時，自有寫字樓還有靈活利用，多餘的樓層可以出租，產生穩定現金流。遇到行業周期波動，優質寫字樓能通過抵押等方式緩解資金壓力。不是所有企業都要馬上買，但要有扎根思維。我們不是說租房一定不好，初創期業務模式不穩定時，租賃的靈活性確定更合適。當企業度過孫存期，進入穩定發展階段，就該把買樓提上日程。就像騰訊從租賃到自建，是企業規模與戰略的匹配。對更多企業而言，從租房辦公到買樓扎根，是從求生存到謀發展的跨越。與其年復一年為房東還貸，不如把租金變成自己的資產。與其在不確定性中焦慮，不如給企業一個穩定的家。寫字樓不僅是一棟建築，更是企業的底氣與未來。當你真正擁有它時，會發現那些曾經為租房操的心、花的錢，都變成了讓企業更穩健的基石。實際上是關於騰訊搬寫字樓，它原來是租的，現在它已經搬到自己蓋的總部大樓。那有人這樣的評論，實際上來談談我的看法。這個有這樣的評論的人，實際上我估計他應該是沒經營過企業，他是一種個人思維，就自己家
你個人也可以買房啊，我们個人也一樣會遇到買房和租房兩個選擇，是不是？到了企業一樣，今年實際上大家去查一下新聞，實際上有很多互聯網企業都買地，就今年扎堆買地比較多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相比較而言，地價比較便宜了。那你說前10年那地價的呼呼漲，你互聯網企業去買那也貴。那現在相對來說地價溫和了，只要不是核心地塊沒那麼漲，都是底價成交。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新聞，你只要不是核心地塊都是底價成交。如果是核心地塊，那可能有溢價10%、20%，有的地方還真的挺厲害，那是核心地塊。非核心地塊底價，所以很多互聯網企業他就去撿漏去了。那我想這個企業是租房還是蓋樓，實際上是根據自己的財務狀況，根據大環境來決定的，不是這個人說的，這個文章說的什麼也是顯示自己實力啦，也是這個又是那個的啦，也不一定。你說你在北五環搞了個總部大廈自己的，和你在東三環 CBD 國貿那兒中國尊你租個10層，你說哪個有實力？这不一定說你有房子有自己的總部你就有實力，人家租在 CBD 中心這個中國尊裡面搞個10層或者面積同樣，那你想什麼概念啊？實力也不小。這個是根據一個是地價和當時的經濟環境，再加上企業自己的經營狀況，企業自己賬面現金流來決定的。有的公司是上市公司，它叫財務叫平衡，固定資產和你的現金流還有你的負債，它要平衡。你越平衡，那麼你這個財務狀況就越健康。那我舉個例子，大家就明白了。所有的航空公司的飛機都不是自己的，都是租來的。那好多人就不理解了。我看那國航或者什麼東航的飛機是租的是嗎？他很多飛機全是租來的。他怎麼租來的？那飛機是他從波音買的，他去訂的，訂完之後買回來之後，他賣給租賃公司，這個租賃公司再把飛機租給他，叫售後返租。為什麼這麼幹？無非就是讓自己的資產輕一點。要不然你這資產太重了，你說一架飛機多少錢？你靠慢慢飛把它賺回來不太容易，那得多少年？所以說要資產又要折舊，所以你太重，尤其作為上市公司，它的報表就不好看。所以他不是這個飛機我是2個億美金買的，我把它賣給租賃公司也是2個億美金，租賃公司把2個億給我了，我名下沒有飛機了，但是我也把這飛機人家租賃公司租給我了，我一年給他多少租金，都是這麼玩。好。寫字樓也是這麼玩。你比如說互聯網大廠，我在亦莊那兒蓋個總部，我蓋完之後，我這總部我也把它賣掉，你知道吧？賣給誰？賣給我一個白手套公司。那個白手套公司不知道在哪兒找來的錢，反正是什麼私募啊，或者是反正融來的錢，把我這樓一買完之後，把這樓再租給我。在我的賬面上看，我這樓不是我的，但是我也在裡面，總部也是我的，上面 logo 也是我。你從我的報表上看不見樓，這樓已經賣掉了。但是我現在我們也在裡面辦公，這是我的總部，無非就讓自己的資產輕一點。我每個月給白手套公司每年給他付租金。好，當你的企業發展到一定地步的時候，你現在已經不缺錢，你的現金流多，你現在你想想，你的現金你也不知道往哪兒去理財。你首先你要投研發，你研發已經投滿了，按比例2%投了，你還有大量的現金，比如騰訊，它賬上動不動有大量的現金趴在那兒。那怎麼辦？那錢不能說存銀行，你理財是不是有風險？你買什麼信託，買這個都有風險，人家盯着你本金，存銀行也不合適，利息又低，借給別的公司你怕要不回來，變成民事訴訟打官司，所以呢趴那麼多錢幹什麼呢？對吧？錢一旦到一定地步的時候，他必須買地，蓋總部大樓，蓋自己的總部。這個時候總部蓋起來之後，如果說發現自己的現金又少了，水位降下去了，不太好了，好，他把這樓又賣掉，賣給自己，我剛才說的白手套公司或者怎麼着的，找一幫人，反正設計個 SPV 公司，把他樓一買，他的租，他把他蓋樓的錢賣掉了，錢回來了。至於賣多少錢，他可以設計，他總共蓋那個樓一共花了100億，蓋了8年，好，他就是100億本金再加上8年的利息，他這筆投資沒虧，樓賣給別人了，好，別人再把樓租給他，他每年給人家付租金就完了。這麼玩啊！而那邊人成立 SPV 私募資金，人家願意，因為它是穩定賺錢的。把這樓是騰訊租，他以什麼價格租呢？實際上人家就開始算了，你100億買走了，對不對？你100億年化是，假設你融資成本是8個點，我給你10個點，那 SPV 公司就淨賺2個點，這就是他的收入，是不是？那淨賺，那坐在那兒，那人家就願意買這種理財，對不對？這把就當理財包裝賣掉，你出這錢是為了買騰訊這個大樓的。
那有騰讯買的，腾訊租，那个这个业務多好，所以很多私募、很多什麼基金都幹這事。那黑石那玩意兒不就幹這事了嗎？啊，所以說這裡貓膩很多，就這種無非就是讓報表好看一點，讓這個上市公司現金流顯得健康一點。等到它現金流多的時候，又多了，他乾脆把那房子再買回來，我不租了，買回來不就不用付租金了嗎？就買回來把錢給他私募資金，什麼 SPO 公司不就退出了嗎？人家把錢拿回去給原來投資人分一分，退出了，對不對？時間到了，就這麼玩，這就是資本市場玩法。所以說，不要把這個騰訊、阿里一會兒租房，一會兒又去買地蓋樓，看得好像很高深，實際上人家就是跟着報表，跟着當時的環境一個測算，哪一種搞法比較合適。那實際上我們個人不也一樣嗎？你覺得租房你更爽一點，那你就租。有的人家裡錢多是吧？你手上都好幾千萬了，你還租房住嗎？你就覺得我不如買一個算了，一個道理。而如果你這個時候正在創業是吧？你正在創業，你手上需要錢的時候，你說我還去買房嗎？你不可能，對不對？你肯定把這錢都投在這個業務上面，你就不可能去買房，你肯定是租房。但你錢賺的差不多的時候，哎，現金流很多了，你這現金流不知道往哪兒放，沒地方去，你肯定這時候想着那房子不錯是吧？價格也還可以，不如買套房吧。這就是這麼個道理，其實沒有那麼多深奧的。那騰訊還有搞遊戲的是吧？那現金流很多，站上趴着的，這玩意也不能把它全縮到 AI 上面去，所以房地產就變成個蓄水池，變成它財報的現金流進出的一個蓄水池。當這個房價跌得厲害的時候，它那寫字樓要貶值。如果它自己自持的貶值，那是不是它本來主營業務還可以，結果報表一合併，主營業務賺錢了，結果它因為它持有的房地產太多，在縮水，導致它虧損，你說它受得了嗎？這肯定受不了是吧？所以它房地產趕緊賣掉，把它處置到一個白手套公司那兒去，這樣就不會縮水了，我現金回來了。這些都是財技啊，錢多了就這麼玩。那我們個人也一樣的，但是你如果只有三官兩棗的，就別想這些了。如果你好幾千萬是吧？那你就想着我是買還是租，甚至你錢再多點還可以自己蓋，是不是一個道理？當互聯網巨頭紛紛自己蓋寫字樓的時候，總體上不是好事，因為寫字樓的供應就大了，寫字樓市場供應一大，它寫字樓就要降價，租金就要降，空置率就要上升，整個的價值就要下降。所以說這也都是雙刃劍。你說騰訊的總部一蓋的幾十萬平米，肯定小不了，幾棟大樓是吧？連在一起，我沒去看過，我估計是這樣的。那就相當於深圳一下也多了這麼多寫字樓，本來深圳的甲級寫字樓就過剩，空置率就高，你咣當一下來這麼多寫字樓，空置率會繼續上升，一上升寫字樓價格就下降，價格一下降，那會計你的持有的物業每年要估算的，跟市場價的估算，審計公司會看的。你這個寫字樓本來去年估值是500億，你今年因為市場貶值了，降價了，你這個可能估值是400億，一下你就賠了100億。那你說你要主營業務不到100億收入利潤，那你還賠錢，那上市公司白幹了。所以說這是財技要去測算的，大公司和我們個人也道理是相通的。好，這期節目啊，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